都和江泽分手了，干嘛还要为他守身如玉？当然是钓男人啊！当然了，不过要钓，我就要钓极品。极品，来了。明天有手术，不喝酒。去裙子，别吵。你男朋友不管你？帅哥，认识我？既然来了，就不要那么扫兴了。你还挺大胆的。我还有更大胆的，要不要试试？我是你男朋友江泽的表弟。江泽的表弟，我当然知道你是谁，陈绿，我前男友江泽的高材生表弟，年纪轻轻就是京市最牛医院的专家名医，也是京圈陈家唯一继承人，是江泽费尽心思想要讨好的对象。想起来了。想起来就让他开车来接你。分手了。那我送你回去。陈医生，要上去喝点热水吗？徐思宁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以为这是我们成年人心照不宣的要求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想睡我？对，我想要。
陈医生，这就要走了吗？夜里生眼狂欢，白日一拍两散。我以为徐小姐也是这样的人。我没有这样过。昨天我心情不好，就喝多了。江泽他出轨了，我们昨天刚分手。所以你就来勾引我？我说过了，我喝多了根本就分不清谁是谁。那是谁都可以。女人还是爱惜自己，虽然我看徐小姐好像也不是很在意。陈绿，我睡的。就为了报复江泽，你这样值得吗？值得。3年前，江泽在合同上动手脚，害徐氏破产，我爸跳楼自杀，终身瘫痪。宁宁，别怕，我会陪着你。直到发现江泽出轨那天，江泽，为什么？当时不是喜欢你吗？就用了点手段，不过让你知道真相又怎样？报复我？江家在整个京市有头有脸，没人能帮得了你。你整不了我，整不了我。争吵时我才知道真相，这是他为了得到我，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。陈绿是陈家的继承人，也是唯一能掣肘江泽的人。只要我拿下他，就一定能够把江泽送进监狱。江家确实是靠和陈家的姻亲关系才能发的家，所以江泽一直讨好他这表弟，但他们始终是一家，陈绿会乐意帮你这外人？越大的家族，亲情越单薄。我跟江泽在一起这么久，知道他们关系不好。算了，我也劝不动你。不过能睡到这京圈高岭之花，你也不亏。怎么样，感觉不错吧？是挺好，就是有点疼。你和江泽在一起那么久，他哪能想到你还没经验啊？肯定没轻没重的。哎，对了，他不是医生吗？你让他给你治治。算了，我可丢不起这个人，我已经买了药了。药到了，先挂了。汉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跟他们都只是玩玩，你放心，我最喜欢还是你。喜欢的，把我爸搞瘫痪，让我家破产吗？都过去了，你看你小心眼，我最近还怪想你的，要不我们复合吧？晚了，我已经有别的男人。婊子，你敢绿老子啊！放手！
你敢砸我！我不能砸你，我快要报警呢！你报啊！报！就算江家再怎么有势力，你如果犯了事，江家那些长辈也不会放过你的吧？谢谢你啊，你长本事了。你最好别让我知道是谁收了你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哼！就算你知道他是谁，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下手这么重，这种暴力男人要来干嘛？您说的对，已经拆了。我受伤这事儿别告诉家里人啊。你是说你的头是徐穗宁打的？怎么，他偷人被你发现了？弄疼你了？你们分手了？分什么手？吵个架，哄哄就好了，都是情趣。那你们玩的还真是花呀！哼，我们这圈子就这样吧。哦，不对，你不是，你得为了你的白月光守难得。在酒吧喝素酒，你也是独一份。哎，别生气啊！怪我嘴贱，不提这个了。拿药。去药房拿完药就可以走了。好，谢谢。那他知道你偷人，屌死！我说分手就是分手，至于他怎么想，我管不着。不过，你怎么知道我刚才在里面？还不是表嫂的声音，一听难忘。我刚才不是故意偷听你们讲话的，我就是受伤了来上点药。你受伤了？他打你了？如果现在陈律知道了我和江泽的纷争，那他可能就想远离我这个麻烦源头了。没有，就是点小伤。伤哪了？之前没经验，昨晚，今天起来之后一直疼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是陈医生，您在这儿啊？待会儿有个小手术，您可别忘了。我先去准备啊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哎，陈医生，可不可以加你个微信？我们一不是朋友，二不是亲戚，你以什么身份加我的微信？医患关系，我之前也算挂过你的号，所以以后可能会有很多事情需要麻烦你。如果只是医患关系的话，那我觉得没有加微信的必要。陈医生，给个机会，好吗？
怎么会有我的电话？哎呀，真是不服不行啊！你这技术比我高多了，今天这助手没白当。客气。哎，其实昨晚我在酒吧看见你和你表嫂了，你们看着有点亲密啊。我们睡了。睡了？你疯了！那江泽抓心挠肝，花多少手段才把他搞到手？你这就把他的人给睡了？他们分手了，就在昨天。行啊，你小子，不是说了要为白月光守身的吗？男人，怎么样？感情如何？忘了，下次再告诉你。还有下次啊？不是这个。妈的，让我逮到你！宝贝儿，耍性子也要适可而止。伯父在医院也需要不少医药费，更需要人关怀照料。考虑清楚，给我回话。江泽，喂，阿宇，江泽来我家堵我了，还拿我爸来威胁我，你能不能帮我爸办个转院啊？好，你放心，我明天就办。另外，你能不能再帮我办一件事儿？快走吧，这场手术没几个小时下不来。走了，走了。又是江泽，有完没完？陈医生，我可以在医院等你吗？我有手术，你先回吧。不行，今天我一定要蹲到陈律。你忙你的，不管多晚，今天我都等你。不愧是油盐不进的金圈高岭之花，连朋友圈都没有几条。渣女。看来她也有被人伤到的时候啊。唉，谢谢你，我会记得。你的眼睛真好看，锐利的像鹰。陈医生，你出来了。不是让你先回去吗？等那么晚干什么？想你了，要不再去我家坐坐？是想我了，还是想睡我？都想。不要妄图用出轨我来挑衅江泽。一次两次我可以配合你斗气，但次数多了挺没意思的。毕竟你的演技太差，我入不了戏。还好他知道我要泄愤，没料到是想借他来扳倒江泽。对，我就是要报复江泽，我恨他给我戴绿帽子，所以我要以牙还牙。但是陈医生，你不是也没吃亏吗？睡自己的表嫂，不刺激吗？你这种丝毫不会勾引男人的女人，有什么刺激可言？好，我知道了。
in a fan of me. Seeing your fantasies. Everything I got working for me. So eat that, peep that. I'm the one to beat, yeah. I'm the one to beat, yeah. 大胆一点的女人，是不是更有吸引力？为了报复江泽走到这个地步，这不是你的性格。那说明你还不够了解我。我不了解你。好啊，那就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。陈略，你好，怎么会呢？既然陈医生这么有兴致，那不如现在去我家。去我家。陈略，先别，先放开我。要不先去洗个澡。江泽马上到我家了。什么？慌什么？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江泽最近是不是天天在你家楼下蹲你？你疯了，陈略！对，你不过是想挽着我的手，光鲜亮丽的出现在江泽面前。徐岁年，我说过，你的手段真的很低劣。就算我手段低劣，你不还是每次都上当？对呀，你不是说这样很刺激吗？好像现在更刺激。陈略，楼上，你喊我来找你干嘛？陈略，算我求你。靠！陈略，你干什么？心无旁骛啊！慌什么？对他余情未了，就这么在乎自己在他心中的完美形象？陈略，开门！不想开门的好。陈略，动静不小啊！你说他要是看见了，会怎么样？你能不能不要再提他了？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？陈略，你屋里这女的，我是不是认识？这声音有点耳熟。你认识？你认识？说什么？算我求你。以后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。全世界的女人你哪个不认识？她只是我的老朋友，来我家坐坐。只是坐坐？你小子，你要的文件已经放在书房了，
拿完了就走。哼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自尊心强，脸皮又薄。徐岁宁，认清自己吧，你根本就不适合玩弄男人那一套。将江泽一个笑，让江泽出手。上次之后，我和陈绿1个月没有再见过面，1个月了，是时候了。这疤在脑门上太显眼了，都他妈是徐岁宁害的。等我逮到他，非让他挂个同款不可。疤痕的问题很好解决，我给皮肤科打个电话，你去一趟就好。陈医生，今晚可以约你一起吃饭吗？是他。是他。可以吗？抱歉，我还有些事情先处理一下。徐岁宁，总算让我逮到你了。江泽，这段时间你把我微信拉黑，电话不接，家也不回，你躲我躲的是真狠啊！这里是医院，你放开我！医院？医院怎么了？我不在乎，还是说你在乎？你敢背着我勾搭别人，还在乎名声？哎，好啊，既然如此，我带你去个合适的地方。你放开！放开我！放手！放手！徐岁宁，你怀孕了！你他妈怀孕了！谁的？反正不是你的。胖都不让老子胖一下，竟然敢怀别人的种！他是谁？他能比我强？反正他做不出来让我家里破产还英雄救美的事情，他比你强千百倍。你敢这么说？啊！这是医院。你怀孕了。是啊，陈医生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谁的？你说呢？不对，陈绿，你们之前就认识？说，你和陈绿什么关系？你别发疯了，江泽！你以为陈医生跟你一样吗？他心里可是有白月光的，最手难得。你
倒是知道我心里有白月光，但怎么就没想起来那人是谁？我就是之前来找陈医生看过病。我谅你不敢，不过你胆子不小啊！跟了老子3年，敢怀上别人的种啊！我说了，这是医院。放手！别让我查出来是谁，不然和他肚子里的野种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们后悔。陈医生，你的表哥可是要让你后悔呢。跟我去做检查。被江泽那小子拉伤了，跟我走。陈医生，要是真的怀孕了，可以生下来吗？你能保证孩子出生之后不争陈家的财产？那要是真有了，我10月怀胎，又得为你哺育孩子，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呀。徐遂宁，你对我是出于喜欢还是利益利用，我还是分得清楚的。真没意思，不解风情。徐遂宁患者在吗？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谢谢。徐遂宁，你下次演戏能不能提前报备一下？陈医生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想让我帮你报复江泽，可我只帮自己人。他果然猜到了我接近他的意图。自己人，他的意思是对于他而言，江泽更重要是吗？可他刚才明明……可我只帮自己人。那我要怎么做，你才肯帮我？你应该明白才是。只是这2次的体验感非常不好，你的技术有待提高。我都没说你粗手粗脚的，好吧，我知道了。陈医生，你那朋友走了，我看他是你朋友特意去找了妇科医生问了，他这种情况可得好好调理身体，不然以后想找个有钱人可不容易啊。什么意思？他生理期时准时不准，生育几率也低，这次来医院估计也就顺便做个检查罢了，压根儿没想着会怀孕。他这和不会下蛋的基因有什么？苏医生，病人的隐私不是你能随意窥探的。如果再有下一次，就别怪我如实报告给院方。不是啊，陈医生。陈律果然猜到我接近他的企图。他虽然看不上江泽，但是让他为了我对付自家人，恐怕还没有那么容易。像陈律这种高岭之花，一举拿下他，才真是见了鬼了。说实话，你能勾搭上他，我都觉得是奇迹了。哎，不过说起来，你俩不是一个大学的吗？以前真不认识？倒也不算不认识，还是有过一点交集的。老实交代。
就是我大学的时候还暗恋过他一阵子。你这个鹰真特别，你的眼睛真好看，锐利的像鹰。以后看到鹰，我就会想起你。你想起什么了吗？什么？没什么。那你喝水吗？你和他还有过这段？他那个念念不忘的白月光，不会是你吧？没有，我当时还没表白就被拒了。这么悲惨啊？那你们之后就没有什么别的事了？老实交代。哎，就是我大一的时候玩大冒险输了，给他送过情书。你在男更衣室干什么？交出去，交出去就好。没想到啊，许遂宁，你还挺猛。我那是玩游戏玩输了，给全校前10的校草都送了情书，而且里面写了什么我都不知道。况且，当时学校那么多女生都喜欢陈律，给他送情书，我估计他连我是谁都不记得了。陈律记不记得你，我是不知道，反正江泽是对你念念不忘了。你转告许遂宁，老子去查了，她压根就没怀孕，把老子当猴耍是吧？让他给我……唉，我认识江泽10几年了，他身边莺莺燕燕是不少，但是我还真没见过他对哪个女人像对你一样这么执着。这哪是执着，是要命。他玩过那么多女人，偏偏对我家下死手。不对，你明天生日宴，不会还邀请他了吧？你知道的，我们家的生意也离不开江家。别怕，姐给你安排一个讨厌江泽，江泽也讨厌跟他打交道的男伴。京轩还有这样不怕死的？当然，虽然你们暂时扳不倒江泽，但也算同一战线上的战友了。团结力量大，有他在，今晚江泽进不了你身。我让他在休息室等你了，过去找他吧。好吧。张宇怎么给我找了个这么帅的？不过也对，江泽一向不喜欢跟比他帅的打交道。你好。我的女伴？对。先坐这儿吧。你找的这人好像有点冷漠，你确定我们是同一战线上的战友？干杯！你叫什么？徐遂宁。眼睛真大。
都怪赵宇给我选的礼服太招摇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。他们俩怎么会在一起？晦气！哎，要不我们还是去那边吧。虽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但是今天好歹也是章鱼的生日，犯不着硬碰硬，先明哲保身吧。共同敌人？不是的，是他。你知不知道我叫什么？什么？我叫陆之鹤，江泽的发小。完了！腰还挺细，你一个大眼睛、腰还细的大美女，是怎么得罪江泽的？我去！江泽，干嘛撞我？你是故意的？什么故意不故意的？这件礼服我可是少穿，我不管，你不用去换。哎，放开我！放开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你的女伴，我先走了。聊完又想走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渣呀？多年不见，贺哥，徐遂宁是我朋友，您别为难他。我为难你了吗？你看，他跟我在一块儿，笑得多开心。这次姐真帮不了你了。骆之鹤在咱这圈子里是出了名的混账，要说陈律是斯文败类的话，他呀就是活阎王。自求多福，我会想法子捞你的啊。跟我的女伴说什么呢？章鱼，没有，当然是说贺哥人特别好，不会为难他。你放心，我肯定好好照顾他。好久不见，陈律。好久不见。那是他的酒。你就别吓他了，咱仨也算是大学校友，喝同一杯酒，也算是叙旧了。你不会真不记得我了吧？怎么，不记得你亲爱的男孩了吗？你当年啊，往我寝室里塞的那封信，那上面的内容，我可记得一清二楚。我还看到你给陈律也塞了一封。你到底给他写了什么呀？他当时脸色可难看了。那也不是我写的，我怎么可能知道？单看陈律的眼神，就知道不是什么正常的信了。徐遂宁，你当年广撒网撩完我，转身撩陈律就算了，现在还把这些事给忘了，不地道啊！真是不好意思，说实话，我当时真的是大冒险输了，不是故意冒犯两位的。这样吧，这杯酒我先干了，就当跟两位赔罪了。你在那封信里面啊，夸了我，不冒犯。不过陈律倒是记恨这件事儿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所以陈律这几年其实记得我。当年那封信到底写了什么？我得搞清楚。那个，我好像有点醉了，我就先失陪一下了。谢谢。你怎么和江泽的前女友玩在一起了？他在追求我。他在追求你？怎么，他不能追我？别忘了，他当年也给我写过情书。他如果继续追我的话，我肯定就上钩了。哪有江泽什么事儿啊？你还是矜持点吧。你不懂，你有你的白月光，他这种类型的很容易让人上头。的确，很让人点击。怎么，你也上头了？你怎么满脑子都是这种事？有空去趟我医院，我陪你挂个脑科。终于甩掉那群老家伙了，你叫我来干嘛呀？张宇，我居然说陈律。陈同学，那天看见你上厕所了，你真小啊！陈律居然这么中看不中用啊！他那么长一条人，怎么可能小啊？小点声。我就是太震惊了嘛！之前在学校游泳比赛的时候，我记得他还是很有本钱的呀。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锁门。我在等你解释。怎么听不到声音呢？我让你锁，什么意思？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许翠宁呢？江泽，你来干什么呀？许翠宁在里面，这个贱人，勾搭我兄弟，我弄死他！好不弄死他！宁宁不在里面。你敢拦着我？江泽，你不在里面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才刚过来。那许翠宁呢？我刚看到她和你在一块儿。你说他呀？他在外面。走，我带你去找他。怎么了？人家小姑娘怎么得罪你了？我这和江泽是发小，钓他没有任何。那你呢？我钓你有用吗？你刚才对我做的那些，是说明你还对我有新鲜感。我可以帮你，前提是你要离洛之河远一点。我本来也没有打算跟他有什么，刚才是我认错了人。没一句实话，你心里没他，当年怎么会给他送情书？那是我玩游戏玩输了。
好，以后我跟他保持距离，但是你要说到做到，帮我对付江泽。这个江泽到底伤害了多深？我会帮你。我先出去，你晚点出来。倒是怕跟我传绯闻，渣男。我送你一程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快点，免得江泽一会儿又缠上你。谢谢。刚才在休息室的人，是你和陈律吧？你知道吗？你今天这一身和周易太像了。周易他也喜欢穿纯黑色的礼服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想劝你，千万别喜欢上陈律。圈子里的人都知道，他的白月光是周易，而且过2天他就要回国了。放心。我跟陈律没有关系。走了。也是，我们只是交易关系。说我爱你，怎么说我爱你？总希望可以用眼神代替。看你这2天失魂落魄的，来，我带你开心开心。张宇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不太喜欢这些，走吧。哎呀，俗话说得好，想要忘掉旧爱，就得寻找新欢。什么新欢啊？周易姐，好巧啊，你怎么突然回国了？原来他就是周易，出了点意外，就提前回来了啊。这你朋友啊？我闺蜜。你长得真好看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要不要我给你介绍？情侣纹饰。好啊，那就谢谢周一姐了。难得遇见，不如一起啊，她买单。坐吧。我去趟卫生间。一杯 Last Man Standing。喝这么烈的酒也不看看自己的酒量。给他一杯 Mojito。不用了，就这杯。我说了，我来买单。不用了。陈律，你怎么了？陈律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我刚才婉拒了陈先生的慷慨，我不太习惯花别人男朋友的钱。
不习惯花别人男朋友的钱，花自己男朋友的钱怎么样？江泽，我说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少来恶心我。等等，我们谈谈。不想跟你谈，松开！你想被发到网上去吗？陈律，你从来不管我的事，为什么3番4次维护徐穗宁？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？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江泽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才刚回国，陈律怎么可能会看别人？今晚是我的接风局，一起啊！来一把。好厉害啊，这个！怎么就不行啊？教教我！再来一把。妈，又说想上了。你们知道谁和徐穗宁那个女人谈了？是不是你？不是我，他虽然长得好看，但你知道，我从来不吃窝边草。你这种没怎么谈的，一旦跟他有了关系，你逃不掉。徐穗宁这女人有毒，一旦跟他谈上关系，就放不下她。你喝多了，我找人送你回去。你看着他，我出去找人。啊，泽哥，泽哥！徐穗宁，你敢和别人扯汉在一块儿？啊！我他妈弄死你啊！好啊！好！小七，他在哪？江泽9品1相差，估计这回我躲不掉。如果他先出手，我得保证我是正当防卫。江泽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宁宁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不要离开我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你放心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你放心啊！走开，我扯不上来气。我们和好，我们和好，我们和好，我们和好。你是走谁离开？你跑不掉的，你跑不掉的。
答应过帮我的是吧？你又想怎样？我逃了江泽。姑娘，先喝口水。我们已经调取了现场的监控，的确是伤者先袭击的你，但是是否构成防卫过当，还要看伤者的伤势。我的手机录音能证明是他先动的手，他严重威胁我的人身安全，我能不能凭这些证据申请对江泽的禁令？你要申请禁令，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权限，你得起诉他。这么多年，想起诉江家的人还少吗？想扳倒江泽，果然没有那么容易。徐翠宁，江泽醒了，他知道自己喝醉了，说不会再追究你，让我来接你回去。之前还说给你介绍男朋友，我看是不用了，行情不错哦。你们误会了，我是代替江泽过来的，他酒醒了，知道自己冲动，你们不要和他计较。告诉他，没有下次。既然来了，刚才怎么不进来？这你就误会陈绿了，是我们看着贺哥在，不想进来当电灯泡。是江泽让我过来送他去医院的，既然你们来了，你们送也行，无所谓。我送你去。不用，罗志赫送我回去就行了。你送周易回去吧。不是不需要我吗？怎么找我要江泽的犯罪证据，不找洛之鹤呀？洛之鹤跟江泽是朋友，我不想把他卷进来。那我和江泽还是表兄弟，你卷我倒是卷得挺积极。跟你怎么能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你说过你会帮我的，况且我们还是亲密的合作关系，那怎么能一样？那么多人都知道江泽的犯罪证据都没有用，那你需不需要我？啊，那就是我的事儿了。起诉成不成功不需要你管。这句话就是徐碎宁，你这个渣男！行，那我们就在两清。Don't say it for now. Just stay a lantern in my shadow. 宁宁，你
搬家之前就住我家吧，免得江泽又去你家堵你。好，那我在医院门口等你。徐穗宁，听说你想起诉我，想起诉我的多了去了。你太天真了，宁宁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对，我就是想起诉你，我就是想让你死。虽然我解决不了你，但是我也不怕你。你大不了弄死我好了。你想让我进去？简单，你只要在我面前乖乖的，我自然心甘情愿的让你起诉。换成别人捅我一刀，他哪有什么好果子吃？也就只有你。我有找过你麻烦吗，宁宁？连我妈都觉得我对你太好，所以今天让我带你去。她想看看是何方神圣，能把她儿子生活。干什么？你疯了！你放开我！走吧。陈律，你有见到宁宁吗？她不是刚出院了吗？你没来接她？糟了，我刚跟她约好，让她在医院门口等我，但是她现在人不见了，电话也不接。是江泽，一定是他把宁宁带走了。嗨，就是他把你迷住了啊！您不是一直想抱个孙子吗？面前这位，只要你答应，明年就让你抱上孙子。你的事情你自己做主吧。阿姨，你儿子想结婚那是他的事，别拖我下水。而且，我爸妈从小就告诉我，好人家的姑娘，从来都不跟垃圾凑对。好人家，我查过你，其实我以前是看不上你，现在你没有跟我叫价的仇，趁我现在还没有后悔，赶紧答应了吧。哎，这什么？宁宁，你看咱们多好呀！哎，陈律和周易也快结婚了，我们可以一块儿办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和陈家一起办，我们也有面子。一起办？谁允许？陈律，你怎么来了？正好找你有事儿。陈律，放手！阿姨，在您儿子回来之前，您还是先问问您的外甥陈律，我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陈律，你认识这姑娘？什么关系？我调查，你俩不过是校友，还能是什么关系？哎，陈律，你跟周易快结婚了吧？你查的没错，我和他的确是校友。除此之外，如果还要说有什么关系，那也就是男女之间的那些事。江泽，你猜的没错，我和他就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
和他就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陈律，你跟他睡了？什么睡不睡的？你没看出来吗？我在追他，只不过是追得不太体面罢了。毕竟表哥你还在纠缠他，导致我一直偷偷摸摸的。陈律！江泽，你疯了！喜欢你的姑娘多了去了，人家姑娘不愿意嫁，你还要犯法不成？没事。徐翠宁，你好样的！阿姨，还请您以后管好您的儿子，不要让他再乱咬人。张云在上面等你，你去他家找吧。小鱼，妈，谢阿姨。你先上去换衣服，我让人给你弄点吃的。这不陈律的衣服吗？有意思。小鱼，刚刚的女孩是谁啊？哦，我的一个闺蜜。认识陈律？他们不熟，不，跟陈律关系不太好。哦。这位是陈律的母亲，跟我妈是牌友。你好，阿姨。我儿子是我儿子，他招人讨厌是他的事儿，跟我无关。都坐下吧，先吃点东西。来，吃点东西。妈，我爸让我来接你回去。来都来了，还不坐下来跟你张毅聊会儿天儿？张毅，你们年轻人坐一边。你们年轻人坐一边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谢谢。我儿子今天可是出乎意料的热心呢。小鱼，把刚刚那女孩的联系方式发给我。妈，你想干什么？有你什么事儿？你又不听我的，叫你别跟那周什么一走近，你偏不听。我没想给你介绍，我给江泽介绍。不是阿泽不喜欢这姑娘，是陈律不愿意啊。阿泽对人姑娘是做了点错事儿，我们已经张罗着把她送出国了。陈律可千万要高抬贵手啊！好了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
陈绿，你说什么呢？阿姨当然是过来看你的。阿姨，我正好过来找陈绿一起吃饭，咱仨一起吧。不了，看着你，我怕是吃不下。阿姨，你跟陈绿是怎样？外人不清楚，我能不清楚？结婚的消息是你故意找人放出去的吧？不是，是我跟陈绿说。我不管你们说好什么，老实说吧，你想嫁进陈家，没门儿。跟我走，有事找你。你不去，那我就自己去找徐遂宁。宁宁，来，快过来坐。阿姨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宁宁啊，你跟陈绿那点事儿我听说了。我听说你跟江泽在一起的时候也没发生什么，显然是家教严的孩子。要是你愿意，我们陈家会负责的。要是你愿意，我们陈家会负责的。他是怕我答应拆散他和周易。阿姨，我家教不严，而且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嫁给陈绿。我觉得他跟周易挺好的。拒绝我的理由说的这么好听，为了我和周易。我拒绝，他很开心。你当真不愿意？不愿意。宁宁，你别误会，其实他和周易……阿姨，是您误会了。其实我心有所属了。妈，我还有事。帮我起诉的律师经手过很多商业犯罪，说是之前我爸帮过他，是他主动找我的。这次我一定要让江泽付出代价。青圈哪还有什么主动找上门的好律师？陈绿怕不是做了好事，还深藏功与名吧？不过，你还借住在张家？啊，是，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搬。搬家？我还以为没必要搬家了。江泽已经被江家人送到国外去了。江泽逃了，宁宁才刚起诉他，他这不是逃？他也只是逃得一时。这次如果不是江某搬出了陈绿的亲妈，陈绿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江泽。我出去透透气。江泽的事儿，我的立场不好说什么，但是江家算是把他流放了，没个3年2载回不来，大概是怕了陈绿了吧？流放？凭什么？凭什么就这么便宜了他？我爸的公道，我还没有给他讨回来呢。其实我心有所属了。徐遂宁，你心里装的人是罗之鹤吗？宁宁啊，前一家医院的医生说是一个陈姓老板给你爸换的医院，还付够了后期所有的费用。问了也不说联系方式，只是说只要告诉了你，你就知道了。这大概是陈绿替江泽给的补偿吧。算了，毕竟他也不欠我的。宁宁啊，你和那个给你爸转院的老板是什么关系啊？你可别为了我们做傻事啊！妈，你别担心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好了，你和爸就放宽心吧，等过年我跟你们一起回家。陈绿跟周易结不成婚了？周易要把陈绿给甩了吗？是陈绿
这一步，应该是周易真的伤了他的心。周易也是厉害，转头就跟国外一有钱老头闪婚。听说那老头还是陈绿介绍的。你看你把我车撞的，都是你！要不是你突然刹车，我怎么会撞上你的？讲不讲道理？你出来你不看门口啊？你负全责！我负全责？就是你驾照是买来的吧？吵死了！坏我好事！大姐，拜托我讲讲道理好不好？车刚买的，我还没怎么开呢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负全责，谁的责任？找交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在世俗里的名字不重要了。他跟我撞车了，他全责。这是我男朋友，他喝多了，我送他回去，是前面的司机突然刹车，我才追尾的。苏医生，我还没有那么醉，我不是你男朋友。怪不得胡搅蛮缠的，原来是个赶着倒贴的。算了算了，咱们要不私了吧？你报个数。私了啊？行，我看你也挺好说话的，走保险吧。行，您给我一下您的联系方式。行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。对，是陈绿跟你借的钱，他已经喝多不省人事，失去行为能力了。等他醒了，我让他还你。难得还能看你喝这么醉。别过来，滚！是周易扎了你，又不是我。要不是你帮了我爸，我才懒得管你。你做噩梦了吗？没关系啊，都是假的。桌子上我给你备了一杯蜂蜜水，你记得喝。我就先走了。你疯了，陈绿！明明是我先跟你好的。什么？谢碎你，你有尝过人血的味道。喝多了，早点休息。陈绿，你看清楚了，我请你不要把我当做他，行不行？我帮你爸找了专家，随时都可以会诊。所以，你是想要我报答你是吗？啊？随你怎么想。药还有吗？要不你再来我这儿取点儿，复发一次就得小心了。你这几年都没犯过，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啊。放心吧，不会了，我有特效药。什么？你昨晚都在陈绿家？你和他不是两清了吗？宁宁，你这该不是为了你父亲吧？手段不光彩又如何？他人还在这就行。是因为他帮了我爸，但是我
我也不知道我自己。你怎么也没多睡一会儿？这是给我的？不是，给我自己做的。哦。我今天学校还有课，就先回去了。大概得等1小时。是吗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放心，不会像昨晚那么过火。别太过分，陈烈！不是为了你爸吗？那你就好好想一想，还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你能不能安排我爸尽快归职？可以。你能不能帮？你就这样去学校，真不用我送你？不用了，学校有校车，我坐那个就行。车库有适合你开的车，你可以开车去。不用，我有车。那你走吧。你刚拍下来发我的药，我查到了，是治疗睡眠障碍的药。你从哪里拿到的？是陈绿的药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吃这个。这样，你先安心去上课，我去查一下。等你下班了，我告诉你。怎么说？陈绿小时候被艾滋病人绑架过，绑匪当时威胁要把感染的血液打入他体内，只是后来可能是后悔了，绑匪还没对陈绿做什么，就自杀死在了他面前。难怪他当时梦魇了。今天晚上我来接你。不用了，我今晚约了人。张宇，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。好啊。又要年末了，我们要明年才能见面。宁宁，我舍不得你。过完年我就回来了。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还没个正形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来送你吗？张云说啊，这是25年最后一次见到你了，你要回老家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大概过完元宵吧。你老家江海的？哪个区？不是不喜欢聚会吗？我明天就回老家了，所以就跟他们聚聚。贺哥，你不对劲啊！你没事儿关心人家宁宁家在哪儿干嘛？难不成你还要去找她去？随便问问，都是朋友，对吧？过年我去找你。找我干什么？我帮你爸从国外请了位专家，到时候我总得去引荐一下。行，那你来了给我打电话，我请你吃饭。好。
咱们这圈子里啊，谁不和陈家有点生意往来？而且陈律是陈家独子，被捧太正常了。可是他偏偏不爱搭理这些人。哎，你说，他今天为什么突然来了？总不能是因为我吧？我去趟卫生间。哦。别在这儿。那去我家。不要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你把我认成谁了？没事，我先回家了。刚才那是什么？我还遇到过这种事，但我怎么没有印象？妈，我跟爸先去医院了。喂，宁宁啊，你难得回来，你爸主治医生怎么会突然提前复查时间啊？哎，反正也快过年了，提前复查是好事儿，医生也快放假了嘛。宁宁啊，你和江泽分手也有段时间了，有没有想过再找个男朋友啊？妈，我现在根本就没……别说了，女儿有自己的打算。小宁，走吧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早点回来吃饭啊。知道了。小宁啊，你也别怪你妈，她年纪大了，也就有点老人爱催婚的毛病。她也是怕你在京市里没人照顾，想你回到老家来。家里破产这几年，爸妈看了不少白眼，二老躲回老家，好不容易才过上了安静平凡的日子。爸，放心吧，我知道。挺好，身体各项指标都不错。抱歉啊，提前了复查的时间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今天我有个研讨会，和同行们一起吃饭，平时还真没有时间。研讨会，同行，是陈律吗？走吧，就等你了。徐小姐，没想到你家也是江城的。是啊。那我们正好顺路，要不送你们一路？啊，不用了，不用麻烦了，一会儿我自己打车就行，谢谢啊。你要是放心把你爸一个人交给我们的话，你就自己走吧。你会有事没？没。那一起吃个饭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妈在家已经做好饭了。好了，婷婷，接下来开始你的挑战，请按响门铃。妈，宁宁啊，爸睡了吗？你爸现在身体不好，睡得早。妈，辛苦你了。
妈不辛苦，只要咱们一家人能在一起，就不辛苦。对了，宁宁，你现在不是单身吗？你姨母给我推荐了个男孩子，在江海当老师的，有编制在本地，长得也挺端正的，你看要不要见一见？好，我见见。有照片吗？你看，人品挺好的。虽然在江海没有房子，但是咱家有啊。这要是成了，以后你就能留在老家了。咱们一家人啊，在一起开开心心。喝多了，来接我。发错了，宁宁啊，小徐很快就要回老家了，他就住在学校宿舍，要不你明天见一面，看合不合适？好。哦，对了，徐小姐，那个，我待会儿要坐车回老家了。啊，要不咱们加个微信？好啊。等我开年回来，我能约你看电影吗？好。哦，对了，徐小姐，这里应该也是你的高中母校吧？是。看你好久没回来了，要不帮你拍张照片？3、2、1，好。哦，那个我得走了，那我们过几天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难得回母校一趟。照片拍的不错，你今年的相亲对象拍的吧？去相亲了。阿姨，哎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！小徐啊，这是我从老家带过来的腊肉，一片心意，都是自家人腌的。徐然，你有心了。这腊肉啊，我们以前没回江城的时候很少吃，但是现在吃起来呢，也觉得别有滋味啊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年初3就回来了？这不想着早点回来，能看到孙宁一面。那也不用着急。宁宁要过完元宵才回去呢，来随便坐吧。好，随便坐啊。宁宁，徐冉来了，来招待一下啊。这3室一厅不错呀，在江海也算可以了。要是我住进来的话，等他到时候再考个编制，我也算是能在江海站稳脚跟了。坐。来，喝口水。谢谢。那儿有水果。徐冉啊，这是宁宁她爸，这是徐冉，
还打声招呼。他爸这情况得花不少钱吧？啊，徐伯伯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这大过年的，你们年轻人也别在家待着了，出去看电影吧。现在春节档肯定上了不少新电影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刚买了2张电影票，要不咱们去看电影吧？妈，来，您尝尝。陈绿啊，你怎么回事儿啊？这么晚起来给奶奶拜年就算了，坐在奶奶对面还心不在焉。老太太，您就别跟她计较了。您这个大孙子啊，一放假谁也喊不动，能起床就不错了。哎，他这么忙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他带孙媳妇回家呀？久违了，老家的电影院。都一起去看电影了。奶奶，我今晚还有事儿，就不陪您吃饭了。哎，这……抱歉啊，我以为你跟我一样不喜欢那种合家欢类型的电影，所以买了悬疑剧的。我看你刚刚都睡着了。没关系的。徐老师，我家到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哎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我能再约你出来吗？我这几天都有空的。徐老师，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合适，所以还是算了吧。我懂。你肯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儿感到担忧。你放心，他是你父亲。以后等我们结婚了，你只要优先的考虑到我们这个小家，你去照顾他，我无所谓的呀。你误会了，是真的不合适。你放心，我比你想象中的大多啊！你现在说的都是气话，你回家好好睡一觉，我明天再接你出来玩啊！晚安。你怎么来了？许你跟其他男人一起看电影，就不许我来找你了。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亏我今天刚把专家请来江城，你就这么着急撇清我和你的关系？你真的把专家请来了？那你什么时候能安排专家给我办会诊？看你的表现。我们上楼。
愣着干什么？你觉得大过年我来你家是来拜年的？不要穿外裤做我的床，起来。你不让我穿，你就自己脱。你闪耀过那太阳，让花束盛开未掉落。双手牵过那掌纹，相恋过，做结长守候。岁月驶过那美好，从眼中亲吻自路过。无暇相拥，那激动会凝结成湖泊。每当你开口，这一张里命运的寂寞，晚霞拂过你的轮廓，就知道日落带走梦，留下我不难过。羡慕尘埃落在你心中，想要爱过，奔向星空不怕痛，从不怕燃烧，哪怕瞬间闪烁。就挥霍眼泪，深邃比海边泡沫，烛火自由。如果曾被你记得，就足够。陈略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你爸妈还在外面呢。哎，波波阿姨，出门啊？小徐来了，宁宁还在睡觉呢，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吧，我跟你徐伯伯去趟医院。啊，行，那我来帮您吧。来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我想喝水。你自己去客厅里倒。你是？你是？你来找徐穗宁的吧，我帮你喊。你跟穗宁，你们？徐穗宁，你相亲对象过来找你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昨天睡得比较晚，他还在睡，你可能要等一会儿。你跟穗宁什么关系？你觉着呢？不过你别误会，我没有想跟你抢的意思。你个衣冠禽兽，你就是斯文败类！徐老师，你也看见了，而且昨天我也说过，我们不合适。
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我帮你爸约了专家，晚上一起吃饭。现在时间还早，要不要和我出去走走？哎，宁宁，这位是？这位是？这不是那天送我们回来的陈医生？医生啊，这位是陈医生，就是他帮我们介绍国外的专家。今天他特意来，是告诉我们今天晚上要跟专家一起吃饭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陈医生。不用客气。那个陈医生今天来还没有吃早饭呢，我先带他去吃个早饭哈。那你们快去吧。走。去那边早餐店吧。你以前来过这儿吗？你怎么知道那儿有个早餐店啊？这次呢，多亏陈律安排，让我有机会回来接触国内的病例。我们陈医生那可是热心肠的好医生啊！陈医生，真的感谢你这次的帮助，但是我也看出来了，这次又费钱又费力，你怎么会想到帮助我呢？你女儿有恩于我，之前我出了车祸，她照顾了我一晚。这么说来，陈医生和徐小姐挺有缘呐。陈医生，我记得你是单身呐。徐小姐呢？有对象了吗？有了，当老师的，在本地有编制，挺踏实一小伙。是啊，我见过，的确很踏实。徐冉在江海有编制，人也挺踏实的。以后啊，要是宁宁也回海城考编，那我们一家人就能在一起了。抱歉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先吃，动快！来，菜都快凉了。来。等一下进去，别冷着脸好吗？我爸妈自从破产之后，别人的一个眼色，他们就会想很多。你当我是卖笑的？虽说让靖泉岗领主派陈律去陪笑，是有点超纲。那这样，反正春节过得差不多了，你跟我提前回京师。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回头，怎么？你真的准备和他一起去看电影？电影有什么好看的？还不如跟你在家一起看短剧。叔叔，您尝尝。哎，谢谢。不愧是靖圈陈家的人，只要他乐意，还有什么场合是他陈律应付不来的？你先在我家住2天，过2天我再送你回去。陈律，你怎么？你和他在一起了？你先上去，我有点事要处理。好。宁宁，你知道吗？周易嫁的那个外国老头居然死了，周易怀了那个老头的孩子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。我刚才看见他了，是挺着个大肚子。啊，你在哪见到他的？他不是在国外吗？陈律家楼下，挺着个大肚子来找他。哦，原来你这几天是跟陈律在一块儿。不过你也别多想，周易那老公死之后，
他公司就被陈家给收购了，现在都传周易啊，不过是陈家部的一枚棋子。算了，我跟陈绿又不走心，他怎么样跟我没关系，是他自由。好吧，那你明天记得回家，说好年后去的，姐姐可想死你了。好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白月光回来就彻夜未归，什么高岭之花，我看就是一个舔狗。阿姨，早啊，陈绿昨晚没回来吧？来，过来坐。你和他都睡到一张床上去了？你们睡到一张床上去了，不做合法夫妻有什么意思？要是彼此不相爱的话，当了合法夫妻那才没意思。宁宁，你该不会以为陈律是那种有了固定关系也会出去乱搞的烂黄瓜吧？我的儿子啊，我清楚，他跟你之前啊还是个雏儿。不好意思，阿姨。陈绿，他应该不是那种人，我明白的，阿姨。那你是因为周易？周易那件事儿啊，也是你们误会了。什么白月光，那都是周易自己传出去的。反正我认准的儿媳妇儿啊，从来都是你。等等，周易自己传出去的？唉，陈绿小时候啊被绑架过，得了梦魇的毛病。上大学前那段时间，她状况不好，陈家就把她送去江海疗养去了。所幸在江海那段时间，他好转了不少，只是有一天突然失踪了，消失了整整一夜。重新出现的时候啊，浑身是血，还发着高烧。当时把他从路边捡去医院的人就是周易。陈家为了报答周易，答应保他一辈子荣华富贵。如今他继承了大笔遗产，陈家也算言而有信了。您是说陈绿之前在江海疗养过？您是说陈绿在江海疗养过？对呀，你老家也是江海的，要是当年他遇见的是你，还有周易什么事儿？反正吧，我也不是王婆卖瓜，硬要夸他。陈绿性子是冷了点儿，但是对你，我可从没见过他对哪个女孩这样过。阿姨呀，去打麻将了。陈绿之前在江海待过，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他提起过？宁宁，来啦，我来蹭饭了，快坐。你看我把谁带来了？我可不是空手来的，
徐小友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说话呢？人贺哥有事找你，正好碰上，我就给他带过来了。这是不欢迎我呀？我之前还帮过你呢。没有，那今天正好我有空，就下厨请你吃饭吧，当是心意。好，需要帮忙吗？我刀工还行。不用，哪能让您下厨啊？你们两个就坐着等吃吧。好，来喽来喽。快尝尝。好。可以啊。罗之鹤，你今天来我家，应该是有什么事儿吧？跟江泽有关？江泽给我打电话了，他在国外过得不好。陈丽虽然说表面上看上去不沾是非，可是只要他想，江泽一辈子都回不来。他说到做到。所以，你是想让我给江泽求情？我可不敢这么想，只是朋友一场，我就想提醒你，江泽虽然人在国外，但江家还在京城呢。是啊，谢谢你提醒我，也不枉我们大学情谊还有几分。哎呀，吃饭吃饭，不说这些。你们先吃。喂，要是彼此不相爱，当了合法夫妻，才没有意思呢。怎么不说话啊？你没在我家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回家了。我把银行卡落在你行李箱里了，我去你家拿。什么？那个，你能不能明天再来？或者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。你那里有什么人在？我去不得。你那里有什么人在？我去不得。章鱼和洛之鹤来我家吃饭。你在给洛之鹤做饭？就是他之前不是帮过我吗？我想着请他吃个饭，谢谢他。我帮你这么多回了，没见你给我亲自下过厨。好，那你明天把银行卡送到医院去。陈律打来的。啊，我感觉他有点不太高兴。那确实得不太高兴。我吃饱了，明天还有约，先走了。哎，我送你。陈律占有欲那么强，你跟洛之鹤这么眉来眼去的，他能高兴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什么时候跟他眉来眼去了？确实没有。不过你这双眼睛啊，看谁都像调情。切。拜拜。拜拜。陈律，你也有今天。怎么不上去啊？周易那事儿我听说了，我知道你小子以前混账，没想到你居然能这么混，什么白月光啊！周易这些年帮你挡下不少烂桃花吧？哼，你从始至终喜欢的只有徐翠宁了，知道你还往他跟前凑。哎，我可什么都没做啊。陈律，别人我管不住，但你别把江泽逼得太紧，疯狗急了也会咬主人的。来给你送银行卡啦。这么晚了，你先去办公室等。陈少，我们发现江泽这几天联系了国内职业医闹。医闹？陈律，有个自称前几日在你手术台上去世的病患家属来医院闹事了。
陈绿呢？什么我要找陈绿！我要找陈绿！我妈死在他的手术台上，陈绿给我滚出来！他是陈医生，况且陈医生上周手术挺顺利的，没有出事。陈绿给我滚出来！这位家属，你冷静点，咱有什么事好好商量。你是陈绿？连报复对象都没搞清楚，还敢来闹事？你的金主钱怕是白花了。你就是陈绿对吧？少他妈废话，给我妈偿命！小心！别动！徐岁宁，你现在都当医生了，应该不会再讨厌人血的味道了吧？徐岁宁，谢希呀，你让陈绿放过江泽吧，那可是他表哥呀。江泽伤的可是我儿子和未来的儿媳妇儿，亲疏有别，我还是懂的。我给江家1个月的时间，把江泽带回国送进去坐牢，不然你们江家别想在金圈待下去。幸好那刀子先划过了陈绿的手，刀尖儿才不至于插得太深，不然我这孙媳妇儿可就……经过了这样的事情，可见宁宁对我们家那小子也是真心的。等他们身体都好了以后啊，我看我们呢也该张罗婚事儿了。我们也是才知道宁宁和陈医生是这种关系，之前确实没看出来。您刚说陈医生他的名字单名一个绿？是的，亲家，咱家那小子啊叫陈绿。冒昧问一下，陈绿是否在江海待过一段时间啊？亲家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宁宁未上大学之前，曾救过一个被强奸未遂的女孩。那时候，救流氓！救命！救命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不料那次以后，他就被人盯上了，遭到坏人报复。不要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幸好当时有个年轻的小伙经过，救了宁宁，还帮他报了警。我们后面去派出所问了，当时帮宁宁报案的人就叫陈绿。我说陈绿这小子从江海回来以后，状况好转了不少，原来是发生了这种事情啊！当时那件事情发生之后，宁宁就发了一场高烧，醒来之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。我们本想登门道谢，也没找到人。没事儿，缘分深着呢。我看他们呐，现在已经认出彼此了吧？你醒了？徐岁宁，你能不能安分点？我怎么了？你不喜欢我这样吗？
不喜欢。你喜欢？我不喜欢。不，你喜欢。我都知道了，我知道你一直以来喜欢的就是我。不喜欢。不喜欢。所以，你是真把我忘了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这不是想起来了吗？所以，这个纹身也是特意为我纹的吗？我亲手纹上去的。那句“夜里盛宴狂欢，白日一拍两散”是谁说的？我忘了哪个无尾王八蛋说的，但是我承认，和徐随宁这辈子都不会再走散。我爱你虽然难开口，我想现在就说 Sing it out of love。 我心有所属。徐随宁，Love